对回顺到会拍3000公车改构散，对东北角一直到鹅兰皮都可能到推翻大文化。两种法当做生命力当为上，做的事情各种宽见。不过受到懦弱、粗糙字、老三派体匮乏嘅影響，會看到大文化就見來見難。苗栗3年王風花30年前開始第7家嘅人呢輔助大文化。當年花期結束，除了人就錢都留起來，天天嘅老大文化在高中到這來，輔助出來宣告連安多年還免費開放不民眾窮下一看，窮下分享大文化嘅獎，還冇事情老人拿來送人，希望推翻哪處可能到大文化安獎嘅現象。要用竹来堵等去、踢等去，毛叫我弯下来个拗团的，吼！如果要保持，第个人叫出等等上去了，佢要佢都要用竹来堵等。真高呢？因为人家边个环境的问题，吼，环境的问题，因为佢为了要吸收阳日头嘛，毛叫日头，嗰個叫我夾個機吧，叫我起要建廠工商。呢度3年嘅了解並未發生，山東邊緣哈那個嘅大文化蠻難係。佢書法家，佢自然會授粉，把他的一個花瓣，哦，佢嚟叫我落去都搶人樣，哦，叫我落去同一個花呢，花苞，一個花粉呢，直接同一公嚟嘅母嚟呢，佢搶我娘搶下。一條開10公里10里花嘅也冇什麼嘅，大文化生嚟到8到10經驗，到嚟最每經驗，除咗前面古開，然後天每嘅獎快出來。一般都有5、6年過後。一個花苞一般來講，就有5類到10類之中。人家邊呢，青島是開到65類，但是呢，佢開發開太，一個秋景就已經就快就死掉了，冇用嘅。所以佢都冇乜人用，因為佢傳統節代嗰個花苞青島。兩甲安發嘅人呢，可能的大文化，連係30年來王風花輔助嘅宣告。像我以前細個，就像我蠻耐就有一個野百合，有個摘來搞。細個摘來搞咯，比看來看面摘個較多類，啊面摘較多類係有個樣可以買個獎品。但是等下作品上來看個奇怪咧，人家顏色、人家產香、人家野百合用見來見少嘅咯。該兩時王風花就不下嘅人呢改行，為人嘅大文化還冇30頭。那就做個成長。尤其人都開發到3000公尺，當然海順咯、海平面2公尺以內，只要有錯嘅不上錯地方，佢就能夠有成長。喺入面有個除錯之過後，哦，大家呢要無去愛護佢，無去上高也發暗獎，哦，除錯之建設一年建設，同一個種呢種下設體嚟。受住王風花除一頭，老大文化種到進來，上一個後仲上要嚟宣告，滿山都係大文化，初戀、初二、社同會也都進來嘅。那個暗布頭呢，入邊有個音樂費用嘅，乜個音樂費貴啦，哦，失戀啦，蛤蟆啦，暗布上嘅大一個族群都入邊音樂費。上週兩片都係拍個天，某時天內，王風花貼片老兩會大操作生態池。以前有鋼鐵，當到陽面，下面冇鋼鐵冇陽面，一方面有陽面嘅上落去，當到個細蟲嘅母內啦，陽面嘅是蟲嘅，所以個像小黑蚊啊、母內啊就，我叫我嚟設計，嗰度人家生態會見好。天然木頭嘅環境變做生活嘅天堂。一個花，我做埋個球體。哦，就因為家個細路比傻個後，因為細路家個有闊意啊，爺嘅，佢跌到一花瓣度吼。關鍵係人家單位嘅螢火蟲，哦，放養蟲嘅主要嘅食物。嗰個要做唔得來噴藥噴的，為自然生長。尊敬萬物，大自然為微博本人理解，其實比上界更難拿到。自然循環、自然生態啊，食物鏈，我唔可以破壞佢。因破壞咗一個食物鏈落去，係咪細路嘅毛咧放養種咩毛嘅？哦，也係當重要嘅一個課題啦。大家愛護一個大自然，唔好從頭做到去，唔係講係愛養其他做毛嘅做唔得，但係養做保護得。
妇孺有力宣告，自家享受唔同本地人条路，当然大文化开发界下，风化免费开放热闹，为下同意向下来分享大文化界奖。它刚有花苞的时候，它是往上90度的，您看，有没有看到哈？这是90度的。它在花苞成熟以后，它要开花进剪，它会直接往180度转下去。百合花它有一种高贵的感觉，它就是高高的，然后又有一点点谦卑这样子，那可见它是非常谦恭有礼的一种花嘛，对不对？洁白就代表高贵，喜欢哦，好漂亮哦！我以前都听到说有金针花，野姜花，我就没有听过说什么有那个野生的百合。我都来看嘛，就看到，哎呦一片，我说怎么那么多？很神奇，而且也很高兴我们台湾竟然还有这么一个干净的地方给野百合生。人下都看到活活咸咸，还那就唔到安家嘅食材，人如健然模式先可以放本大家来看，和自家带领来见看见解说。它到了11、2月过后，它会自动会枯萎掉。枯萎掉，枯萎掉，它有球茎，跟蒜头一样球茎。它明年就会在球茎再重新从那边发芽。很惊奇，说竟然是免费参观，所以我们认为这园主对于保护环境除了有心，更有那个度量来给民众做欣赏。所以我认为他这种能够有分享的心对我们整个台湾的环保意识会有很大的注意。我从去年开始就注意到这个百合花的这个盛况，所以说我想说今年我就一定要很在意，每天都在注意它什么时候会抛。大自然它感应大家向往走的地方，喺每本他来看来了解讲，咱用来维护大自然，维护这个大自然。大自然是我们的母亲啊，既然有什么做，唔是少，给钱唔是少。天公要想不想要昂你唔怕，唔是这，吃眼就有钱不能菜。热天花开，太快球啦！10几年就为如今好秀，两世界风花就为无限喜秀，秀起来还会笼罩，还会本走一推，等反转眼大文化开，就热下来出送掉本意，因为记住是节目。坦白讲，拿做嘢唔係講。我比如別俾攏人嘅去搞實驗做地方，唔知道那有適合嘅要上嘅地方就俾落去。不過人哋上過3年、5年、10年過後，他講咧唔是講唔是轉場人嘅，啲嘅上面野百合蜜花也可以發。搞5年、10年過後，台灣可能慢慢就動到，那個想法係一樣。同一個百合呢，野百合能夠散發到全台灣都有。